城后壁大台南，本土艺阵长流传，新家宋江旗卡悬，传承文化伫台湾。各位乡亲时代厝边头尾亲，大家平安顺心，日日好。我是身困故意爱本土的嘉诚。我是生水好喙水，上欢喜学台语的阿喵。喵喵喵，看到你想起咱台语的美妙。是，听北来有果的嘉诚讲出新家艺人的才情。感谢阿喵亲切来学乐，互我有机会说出台北文化的至宝。有影好，才甲大声来推荐你的口才好。阿喵，你敢知影咱新家宋江长时行？若毋知是阿呆，我当然嘛知，毋但时行阁有好风评。人讲老人无讲过，少年就毋知宝。敢是文化传承的一本谱。bingo，阿喵讲了真好，咱有组织在地文化，需要延续来细看。无毋对，先民留落来的经验智慧、生活艺术，更加爱定留。规档好好无错，尤其是咱这代的少年囡仔爱来了解理铁。哦，安尼嘉诚，咱就来绍介咱学校的宋江灯，互大家来熟悉。阿喵，你敢知影为虾米早期长远要做电头？这哦，讲互你捌，毋免互你目头拍干。啊你咧，啥物时阵你也来骗 post 破？是毋通卖破假破，放晒定酷酷。啥物放屎定酷酷，我甲你互人宣写紧后课咧，便所食点心无卫生。歹势，心意甲你公司咧来买货，你着莫想遐济。佳哉你有身困来买货，若无我会去你看我无目地。哼，无要甲你做伙者。来，正经话题来讲起，互咱听歌听着心欢喜。迄是百名爱。伊就将宋江艺阵精华内容一一来讲起。大家听来，台湾岛屿四边海，唱首海贼新歌歹，正听算来一摆过一摆，百姓家家无奈流目屎，为保家园顾某囝，心领民防任务抗海贼。海贼恶疾糟蹋缭乱，真正害。所以民间组织集团，发挥爱护乡土、守望相助的精神，这正讲正确，果真好。宋江灯也是结合武术、武道、宗教等艺术的武术性表演阵头，更加是迄当时的人求生存、保护乡土的大爱精神。由此了解先民以所开垦的拍拼，真正是长线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圆。是啦，宋江灯的阵容有偌奇卡，咱会使看起来说分明。首先带阵9个宫庙宝地，队伍排齐拜主神，恭敬一礼。哦，这就是咱老师史上甲咱牵甲讲的知分寸，捌礼数。刷落内外苦丁，也像头期相宝开真后门，喊写法令夜期带领全阵顺势进来。相宝向内喊靠，中正官保护小宝整治，并且也摒弃喊话，带动阵头的声势，因着庄内世纪文章。宋江灯的喊靠，若是拄着歹物仔，因着飞甲无看的影，保障进来阖家平安。假使有影是鸟爬树，真厚，真正有够厚，工业一道好。再次感谢喊靠军队线，阁有拍拳头、摆阵头的表演。这我知，要听阿公来讲起。宋江灯表演有个人的单套，2个人的讲对。无毋对，伊种的兵器我来说分明。伫最后段落底，通通拢知许旋风李逵，随着好仔西四两子，开始马了，无得比，出题相报互头旗。无怪伊的事迹是传奇，阁有济的兵器，请你嘉诚简单来说明。咱就以咱学校的兵器来讲起，除了头旗、相宝，阁有扫刀、关刀、双眼、白仔、拔仔、短刀、扣仔、锤仔。锤仔倒来讲铁塔，棍仔嘛讲锤仔等等。这兵器是靠人数来分配。
哦，真正是误会的特色。原来练武强身，兵器也是爱注重。阿苗，你敢知影宋江场有兵器演的特色，搁有啥物咧？你看了无点哦？嘉诚，根据我的了解，宋江场表演除了个人、双人表演性的演出，搁有真侪会当驱邪定魔、消灾解厄、增加法力的阵哦。吼，对你真正死劲，这阿苗姑娘来迄项，你讲了正确，搁有内涵。哼，到家你才知，我是有内涵的女朴师，所以我毋才知影。好风唤雨，祈求风调雨顺是七星阵。青道巷也叫做龙门阵，是庙会开龙门，因神桥拜神明所拜的阵。宋江定势当中就属于八卦阵，难度上悬也是上歹办。毋过，传说即个八卦阵的法力是所有阵势当中上介强的，搁有金蛇出动的乌仔阵。芳出手，若要搁讲落去是老长，恐惊耽误众人的行程。那安尼，最后互我来收束。宋江封禅的主神是天都元帅，有人凡世嘛无了解，顶头若是表演圆满毋要离开，军长官听正以礼相持，这就是宋江场的失败，这也是咱礼仪之邦上水的气概。嘉诚，其实若要认真详细来了解咱文化的趣味，是真正第一时间无法度来讲完。言语要讲是讲袂完，毋过代代相传，才袂来失传。是啦，若要本土的文化继续传，爱靠咱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最后，感谢听惯你的捧场，用心来教阮听。有听的好名声，无听的也免着惊，互阮双人祝恁大家福气财气满大厅。嘉诚，阿喵，期待搁为大家服务的机会，再会。